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電器啊！依家就同大家介紹翻西門子嘅雙頭氣體爐同埋單頭氣體爐點樣使用同埋一啲注意事項啦。兩部爐嘅操作都係一模一樣嘅。如果要打火嘅時候呢，壓住嗰個擰鈕掣，然之後逆時針轉去9呢個火力，然之後 hold 大概4-5秒，然之後放手，咁就打着咗個火噶啦。想調細嘅火力嘅話呢，我哋逆時針轉動就得噶啦。調大嘅火力呢，就順時針轉動就 OK 噶啦。熄火嘅話呢，只需要將呢個擰鈕掣轉到12點鐘位置，咁就熄咗個火噶啦。明火爐嘅一啲注意同埋保養事項呢，包括以下幾點嘅。煮食嘅時候呢，請記得打翻開抽油煙機，確保空氣流通啦。擺放適合嘅烹調器具，定期呢揾安全合資格嘅氣體供應商檢查。爐架可以放洗碗碟機洗嘅，洗完之後呢，保持翻乾爽先裝翻上去。定期檢查翻出火孔有冇堵塞啦，有嘅話可以攞支木牙籤清潔翻啲污糟嘢，咁就 OK 噶啦。